台中丰原鲁班文化馆正式来启用，第一档的展览就是来展出到第一届鲁班木工创意比赛的作品。 鲁班文化馆正式启用，希望会当传承木工的文化，展现新世代的创作精神。头一场展览就展出全国卡嘅鲁班木工创意设计竞赛作品。木工是有生命的产业，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，借我们鲁班文化馆，能够让我们所有在地的同学、小朋友能够来体验。大件作品拢是用木工文化甲国产材的设计来结合，一件用架材来打造的作品，摕到银奖。如果你在玄关，它的结构力是可以当椅子使用的，靠这3个单元，然后去组出收纳空间。未来我是希望是说，把整个木匠文化跟国产材的文化来做结合。 鲁班文化馆的成立，和木工的师傅、土地，佮有民众之间有交流的平台，嘛会当促进木工工艺传承，佮有国产材利用发展。文化馆的推广教育，和鲁班工艺精神甲生活佮较瓦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